身呢，一宿水天哦，一步走给一层风哦，莫啥莫西该土地呀，莫啥莫西。该土地，莫啥莫西，给土地哟。树风又调，笔筒又水天又山。你做啊今日就好。唔伫天运，本人咧讲的。天运我做嘛去坏事情？迄恁科长吼是讲伊足介意恁查囝。我都考中医那年，唔敢唔伫。拜托你以后不要再来好不好？摩托科是我唯一的查囝，希望你会当体谅阮做人爸母的心情。你会变作是非不分啊！你咁樣扣起聲音，免冇可能拿摩托科交俾你嘅見無中意嘅人啊！请问一下，阿梅，苏妹，他讲啊。米、不错、唔干，还有什么好食稀少的？原来就好诶，总系等下都同时来喏。有卡偏偏咩？哎呦，冇得讲，去整场。爱嫌弃哦，老爱好裁缝。安尼当好啊！而家唔就唔事少咧。案件冇看到，你觉得好冇？当好啊！夜夜安补，阿妹老爱劝下水，也系离开庙里以来，这个礼拜老阿妹水劝见。把脸喊捏。唔要喊，就算三茶，廿把当上。阿梅，做第衰咧？也是可没当上。杜上身体冇嘛好，你喊唔可應。水冇？
家己想，三妹还没发生什么个事情，怎么来呀？有咩你想？如果要按现况做到可做，你人唔丢顾做生意，你哋当好过啊？还有啊，我感觉莫多可对三妹态度没以后。没有感觉。田公以後係冇到過落什麼最行啦。好了，先去困了。这一代不会不会做啥，好吗？也是啊。要懂讲呢，要得好吗？唔介意哦。要得嘞。是哪来呀？你这么不买后面子？冇得讲，你有乜嘅事情，老阿妹讲，好吗？没事情啊。用过3年错的呀，我都可能。佢要出去咧。按叫吼，也总唔本佢出去啦，可能係因為安尼，佢長輩冇形象。原來呀，係因為因為啊，替代志願條錢，有咩事情講唔得咧？俺對不起政府，因為按你講啊，所以會發生乜嘅事情啊？啊？因為金錢老土地，水管嚴重慘嘅，為到愛賺錢，就拿我嘅土地攞員工價錢，幫你標估。結果去年遇到風災，差尾本體水大搶搶，一下員工來偷錢，係爭啲一嘅事情。價錢，見難過嘅價錢，見父母老愛慘傷，有嘅行喺愛命嘅。會唔會連我數這麼？也見過嘅，係阿爸留下來嘅。徹底將佢哋批停。人哋以為拍到藝術條好，就會捱不好。
光用的，也迄全部的本事，也要尽全力，让我天数，总不会。三妹，三妹，有赢电波，看一下，是唔是银凤？迎凤讲有办法处理，起码转去参详。啊，真紧的哦，做得祈就好。事情哦，过得就好，你让公婆好好参详哈。迄讲有某个困难，随时来请太子，对吗？太子从，歹势。哎呦，总会安尼讲哦，做得祈就好。没事啦，没事情啦吼。莫艰苦啊吼。做得祈就好。还忙水啊？嘿啦，歹势，我无本无到口头送去，这样是太子从出事情，唔免无奈何。也下无到考，终于10岁来的。不过，基本政府咧管的，我亲手去到未来，我要第一，也下时代无穷用的，我要唔想别记哦，加本这间中演员，结果。定下的心情无？另外一个事情，兴调一个，遇到较好的人就唔记得了，也是讲咩事呢？做阿妹，哪有要晓的？知道，我这个唔系一个好阿妹。无安尼讲，无得靠迄娘妹，行未来，你决定，我支持你。一次比。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我要好好补充哦。大姐从，大姐，安子有很长老了。好啦，录好声音哈。好。
阿姨。阿妹，放松。素妹，我老唔讲，这勇士无去眼无爱你，迄怎样时常讲，你明代有两个阿妹。我去验房，当为后面，也免唔盼着。也无求原谅，不过想了解阿妹苦。难迪。有限就做来看阿爸妹。像，我是丽莎介绍。谭云，我的口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来拜拜。我刚刚才在这里求神明说，希望可以在这里遇见你，没想到这么灵哎！我们赶快来谢谢神明。那个，你先说。好久不见，你在山上工作还好吗？还可以啊。你呢？还去挑沙吗？没有，我现在跟我卡奖一起做裁缝，来做衣服的客人也越来越多了。那很好啊，做裁缝没那么辛苦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卡奖，他是改变不了我对你的心意。我要离开了。离开花莲，离开台湾。你要去哪里啊？
介绍我一个秘密管道。我好不容易从我姑姑那边筹到一笔钱，今天终于拿到船票了。你真的要离开？我在台湾没有前途。杜桑，他很疼我，他怎么会就这样拆散我们？其实，他建议我带你走。好，我跟你走。可是，家长不会答应，而且他们只有你一个小孩，你不可以这样丢下他们。我还没说，他说过我的命是要到远方才会幸福。你跟我走，我会觉得很开心。可是，你的父母会很伤心，这样不太好。再让我好好想想好吗？下个礼拜我们就约在这里，我给你答案。我老公，你上嘛该喏？冇啦。杜桑。嗯。你今本年又老田云见面。听人讲，佢爱去日本，唔要留去听书。庭院一个休桑的唔会差，留伫台湾无发展，拢打爽。佢去日本，那夜生人恐怕就看唔落去的。杜桑。迄讲，那天机去，你赞什么？那件事情，我一家决定。一家决定。因为太硬的，我想永远做，多少都支持。不过我会记得。做了决定，就会对一家负责，对吗？会的。其实家长要收，唔免无道理。因为按样做，你就会散发，会痛苦。我以为做结束。不过，安尼，你出剑都唔留家长的。多上希望一家幸福，一家珍惜。啊。
次比。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猫子口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卡奖一直不让我单独出门。你卡奖真的不让你出门？这给你，这是这是我要请你帮我买船票的钱。你怎么会有钱？我一直都有偷偷存一点啊。只要能到日本，我就不怕。那里我很熟，而且那时候也认识很多朋友，我会把握，一定可以找到工作。我对你有信心。可是，到时候我要怎么通知你？写信到我家，一定会被我卡奖没收。到时候我把信放在这里，你看到了就来跟我会合。撒好來嘅二十年，嚟點點呢啲會卡蛋。去哪里？以後，來，好，來，你喊中的嗎？做得哦。以後啊，真嘅。要不啊，嚟我一起噶，晚上123。來，再過來。好。你有發現摩托車乖乖冇？佢咩當認真老用好採訪。前幾年啊，阿嫂攏會講吼，農非有一個細大爺唔會查，想要燒幾本摩托車，來先你看啊。佢咩愛摩托車現啊？上尾啲應用袂現咯。安尼做對佢咁好？我安尼做，係希望佢做到會風氣挺遠。做乜嘅？條白人做唔得這家做主，也是團無強用嘅。人就本佢這家家庭想要過嘅生活好冇？愛啲，唔過人做摩托車愛買嘅，係講結果都唔好，唔夠唔會艱苦。唉。等下。
俺无生无息，等等出发几年。信都收到了，怎么还没来啊？是啊，我会来线通报吼，即马顶头在查。但是也要到啊！你真若无紧走吼，就袂赴我啦。拜托，搁等一时啊！莫搁等啊啦，等落你就有危险啦。拜托啦！袂使，安尼落，连我都会出代志。行，紧来，行，紧走。来啦，紧去哩，紧。来，紧来。
相爱同意一次，一次比。我都哭，应该出发了。父さん。我都哭。我都哭，你会转来哈？天云呢？啊？喂！哎！我都哭，你有哈？我都哭，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我都哭，我都哭，你打到我哈？我都哭。都会安尼啊！我都哭，我都哭，我都哭，我都哭疼到我。要去郑先生。你走去，来去下脚。对。我都哭，我都哭，看什么呀？我都哭，我都哭。做啲安尼，佢就本落天堂。那就安尼发烧，10分几下年，就安尼拼了10个月。事情。怎么？蔡小姐，啊，怎么那么快要出院？不多休息？我想说，我们上诉的时间就快要到了，还是赶快回来把诉状赶给你比较好。谢谢你。你等一下还有事吗？
等一下还有工作的事情要出去处理，晚点就要回台北了。怎么了吗？有件事想要请问你。好啊。这是你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拿我照片啊？你先说，这小女孩是不是你？是啊。我带你去见一个人，走。反正他很重要就对了，跟我来。不讲清楚，我们去。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啊。那我们去。妈妈的心脏一直都很不好，她现在因为这件事情又昏倒住院了。我是真的很担心她，你至少跟我去看她一眼，好吗？佩莹姐。妈，来啦。哦，我们进去坐下来慢慢谈嘛。来嘛。我去泡茶哦。佩莹，你的心情我了解。这么多年，你心里很恨吧？你知不知道我跟你爸为什么要离婚？当年我发现你爸跟张艺兴的关系，我是又气又恨。你爸跟我说他会结婚，完全是被逼的。我一听，心都碎了。我哭着说要离婚，他也同意。我说我要带你走，他坚持不肯。那个时候，你阿公阿妈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离婚，你又是全家唯一的香火，他们不让我带你走。佩莹，你要原谅我。你们离婚的事情，我早就不怪你们了。虽然那个时候我还很小，可是我知道你不是很快乐。我是不能理解，为什么你说要来，没有来，然后就这样不见了，消失，还是死？没有，我没有啊，佩莹，你在我心里面一直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不想要我的话，那你当初为什么要生我？为什么？
这是马上要我交给你的。你收着啦，你一定要看哦。我大哥啊，你看一下。那意思啊，你要做第几个同学？结婚哦。我会在这个里 dance。佢正常会转来是摩托车。我好不容易才忘记你，你到底是想要我怎样？我都考不起啊啦，我都考不起啊。一次比